到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8月15早起新闻，我是朱英晓。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咱的邦交国海地。伫当地时间昨透早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目前已经有304个人不幸死亡，阁有1800人受伤甲失联。海地总理也宣布讲，全国即马进入1月1日紧急状态。一个查某人用手甲石头搬开，遭去一个查某囡仔自病房内面被救出来，两人拿要哭。伫灾区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这种救人的情形。海地伫咧当地时间8日早起差不多8点半发生规模7.2的地震，震央伫咧西部的南圣路易斯，深度只敢若10公里。Il y a des gens qui mourent, il y a des cas qui tombent, il y a même l'hôpital, il y a l'infrastructure qui est tombée. Nous allons vérifier pour voir qui ça a fait et qui j'en a organisé aide là. 伫落一直听到人伫咧大声喊、大声哭，徛紧的厝拢倒去。高长的壁也逼甲正大芳，因为抑阁一直发生地震，民众拢唔敢转去厝的。拄则上任无久的海地的总理亨利，讲会调动所有会当用的资源来救灾，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个月，也希望国内所有人爱团结，面对这么困难。On demande un peu de solidarité, mais solidarité structurée. Nous ne voulons pas aider venir n'importe qui gens. Nous voulons coordonner aide là pour que ni moun k'ap bayo, ni moun k'ap recevoir yo pas frustré. Donc nous mettons en task force pour coordonner aide là, pour que ça qui est passé le 10 janvier pas repasser là encore. 海地的总统摩伊士伫咧7月拄则有出身亡，政局正乱，又阁拄着强烈地震，尤其海地11年前伫咧首都附近也发生过规模7个地震。迄当阵有超过20万人死亡，这边的地震规模更加大，震源更加浅，对海地如果是正大的打击。咱外交部初步了解，目前咱伫咧海地的大商甲侨民拢正平安。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空 BR200的航班，将对桃园飞去关岛的时，伫降落计算是机尾立着跑道，伫中飞了后才安全降落，加在是平安无代志。中营航空表示讲，航机的机型是 A321-200，机顶有机组员12个人，旅客146个人。即马飞行机也留伫当地检查修理。飞停的 BR19航班，计共有146名的旅客甲一个阿婴仔，已经先安排到饭店住一暗，今仔日会派共型的飞机甲旅客接转来。先报一个上新的消息，互观众朋友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表示，咱向要抢买的24.9万支的莫德纳，对卢森堡起飞，按算今仔日下晡3点外就会送到台湾。另外咧，大家也真关心这个振兴经济5倍券，本地是爱落1000才通领5000。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即马当咧评估讲，互政府出钱，民众免纳1000就通免费领到5倍券，8月就会决定。不过，也是有在野党认为，中央着发现金就好。政府特别发5倍券，毋过到底要安怎领呢？行政院原本表示民众爱付1000块，毋过引起热烈讨论，连民进党内拢无共款的声音。行政长苏贞昌13下晡邀请相关部会首长讨论了后，认为应调向1000块，全部由中央政府吸收来规划，全民有希望免费领5倍券。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负担后，院长认为这一次民众兑换5倍券时应该付的1000元。可评估全部由中央政府来吸收负担，院长请相关部会朝此方向妥善规划。苏贞昌指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继续提悬，考虑政府整体财政负担了后，经济成长成果应该应予全民共享。16要听取党团成员意见了后，搁做最后定案。消息一出来，民进党立委拢表示肯定，会全力协助相关的预算，用伫立法院顺利加速通过。听起来感觉上大家都欢迎也接受行政院这个方向，但是就是最后定案还是要等到礼拜1，这就代表是说民众的需求跟他一开始的政策是完全不 match 的嘛，而且感觉就是这个政策非常草率。不过在野党也是认为应该直接发现金。国民党立委洪明凯表示，应管至少爱过1个月，而且加开13亿的行政成本，甲人民距离也是相过远。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也批评应该简化程序，先印款成本发现金。总统府是回应支持苏院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共同将定性工作做甲上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拢是侪云好天。大台北地区要注意过昼会变大雨，咱来看云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的沿海地区透早可能落短暂雨甲雷公雨。大台北地区因为含各地山区因为热水流拢真旺，除了会落西北雨，也可能会透强风甲弹雷公。大台北甲华东冲国的地区，要落雨时会较翕热。到后礼拜二到拜三，因为太平洋高压搁减弱，水汽会变较高，北部的雨势就会较明显。也若伫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当咧向台湾的方向来刷震动，毋过阁是足远的。伊有可能会结做风台，变数阁真大，阁爱观察。直直落大雨造成山区真侪灾情。14个半暝1点外，第16线往南投到水里，南投水里的路段因为山壁放弃阻碍交通，到今仔日透早才畅通。也因为土石流这个代替的直接线，伊直接到车埕的路程，即马油管是袂通的。另外，伫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有一个竹山的引水管线也歹去啊，小火车也倒载水到这个高架车站。土石崩落坎伫车道，完全看袂到路面，大型树仔都直接倒落来，大型重机具赶紧伫现场疏通。山壁崩去的范围大约200公尺，面积大，工作人员透暝清理疏通。10分钟1点左右，在16线11公里的所在，路边的山壁突然崩起，土石砍到水里通往这个车道，山坡顶的树仔也将另外一边车道拆掉的，造成双向交通不通。这个路外的边坡，整个土石崩落，包含树木了。那现在等于说树木有找到对象去阿里山小火车这摆无载客，是载几个水塔来到对高架车站，随即将公共便所的水塔填好完。小火车变成水塔专车，原来连日大雨也为阿里山山区带来大水祸，也造成山区用水管线防破坏，临时列车出动救援。柱山引水管线多处破裂，对高叶车站无水可用。林体文资管理处表示，阿里山林体开发初期就是山区的运输主力。即摆为10日开始定期载水工作，解决车站无水通啊用的问题。不过水管修复需要等到天气稳定才会当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阿富汗的武装组织塔利班，即马已经霸占全国2/3的土地。首都喀布尔恐惊也会伫72点钟内互人占领。美国驻阿富汗的这个大使馆也传出讲，当咧烧一寡较敏感的文件。接落来是《自由时报》，咱国检察官的业务济，佮欠卡手，就连办公室拢客佮旧。总统蔡英文即马也决定讲，要甲三军军官俱乐部、佮国军文革中心规划做检察园区，也要伫4档内增加600名的人力。接落来是联合报，受到这个营建部官僚大起价佮欠工人的影响，真侪公共的工程是无人要冒，无即就爱流标，价值无2亿的工程已经流标7届，就连价值14.5亿的社会驻地工程，也爱佮加钱发包第4届。这公共工程的成本一直咧增加，恐惊也影响到咱的厝价。过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增加3个本土、4个境外，甲2个死亡的个案。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就通预约注这个高端疫苗。36岁以上的民众，甲20岁以上第9类的弟兄，拢会使来预约。23就通开始注射。国内疫情继续转好，就是增加3例本土病例，其中2例是第4起离阳性，另外增加2例死亡，加7例的境外移入。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各县市疫调进行的已经拿紧，相信疫情拢会当得到控制，目前变种病毒侵袭。指挥中心统计，为7月初2起14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中，有40人捌注过疫苗，有12例是注完2剂疫苗也未着，就包括德尔塔病毒。完整的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染疫
这个包括是发病或者是无症状确诊都有。那这12例当中是有3例已经被我们定序出来是 Delta 的病毒。指挥中心也公布16起开放预约至高端疫苗，符合预约对象有3类，包括65岁以上长者、36岁以上民众、20岁以上的第9类对象。23起会当自有计将提供60万剂的高端疫苗封住。那也不排除就是说，如果再有进来，因为再有一点时间如果再有这个相关的疫苗风险检验完毕，那我们会增加这相关的剂量剂次数了即马真侪人出国注疫苗，就是中科被流专案尤其前安做疫苗，反台了后，敢是会当得到认证，但是中也表示将以当地认证为主。不过等待后续认证程序通过了后，国内也会防疫承认。他打的，如果是我们这边所有发 EUA 的相关的，然后有打的那个顺序符合我们要的那个效果，我们就会承认。即马国际拢真需要疫苗，南韩派人前往美国抗议摧毁，台湾敢是也会得做，但市长表示，去美国摧毁敢是有效有待观察。台湾主要是透过多方管道沟通，莫德纳疫苗伫全球供应量真大，就算因应韩国需求做出调整，应该也未影响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的本土病例是增加3例，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467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6847例，台北有4840例，超过200例有桃园792例，苗栗549例，基隆有316例，彰化市273例，台中有207例。另外，还有2个死亡的个案，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台北昨还增加1个本土病例，伊是一个业务感染源不明，爱扣65个人隔离。那新北是增加2例。另外，讲到5倍券可能要改做免钱领，侯友宜是支持的态度。不过，大问题是认为中央的政策乱糟糟，应该爱想好才来做。台北市大安区巷仔内一间知名的点心店，则是下昼4点营业。透早就有员工来上班，不过面对询问态度拢真低调。店家伫面册广告册十暗，嘛有较真正来消费，配合防疫暂停营业1天。除了店面大消毒，员工也全部快筛。当然会怕。怎么说？因为我们就在对面啦。因为他的工作还有他的足迹比较多，目前为止匡列了将近65位居隔者。然后职场里面有22人，那20人是自主健康管理。台北市14只有增加1人确诊，这名个案是业务，主要是在外口。台北去过点心店，目前经过查列出85个接触者，可能65人伫厝隔离，已经采检12人是阴性。顶日有突击地勤确诊，黄珊珊表示，这个个案有技术感染源族群的来源。另外，国内出现头一个哥伦比亚病毒株病患，他市府用新政策，若是年纪较大、慢性病还是境外特殊病毒株的人，即马全部先转送病院。一定要把疫苗算清楚。我们的莫德纳这一段时间还有多少要进来？哪时候大概可以进来？新北市14增加2人确诊，拢是伫厝隔离阳性个案，属于加护感染。面对疫苗10天空窗期，南华电公告南韩派员去美国对谈，得到摩德公司会议内，佮答应如期到会，提起中央无时面对疫苗问题。另外，行政院5倍券政策大细环改做免费领，新北市长看法无同。尤其我们最底层的经济上受到最冲击的市民经济，还要再拿1000块出来，再来振兴经济的5倍券，我倒觉得起码有改变，就会朝好的方向来走。他要发5倍券的时候，但没有先想我到底我现在是在舒服还是要振兴，这乱理。国本地伫台东参加的气球嘉年华，表示政府无做好5倍券评估的习惯，那以振兴为目的，爱明确设定时间甲项目。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即摆已经降到2级警戒，不过亲像畅水味、海平的导览这款和水有关系的活动，拢还未开放。外靠水上活动做观光的小琉球甲绿岛也真歹讨趁，业者也呼吁政府紧带条件开放，互因会当有生意通做。原本休热大热，应该真闹热的屏东小琉球，街路上拢空空无人。为少水上活动的业者，店面的大门拢锁起来，无咧做生意。客人都会问说：“来小二玩什么？
水也不能玩，浮潜也不能玩，游泳不能玩，潮间带也不能走啊，观光景点也不能去。那你那个小琉球干嘛？从今年5月中旬3级警戒后就开始没有游客了，到今天整整快3个月了，都没有收入。小琉球当地侪协会甲业者集体来发声，希望各个景点加水域活动会使有条件来开放。指挥中心回应会甲相关部会来讨论。指挥中心强调，做好相关的规范了后，做出决定。不过看到这个hiệu率大家拢要过啊，游客拢也无看人影。开放惊讲疫情的上升，无开放伊佫特别活不落去啊。现在敢希望因赶紧来开放，互因恢复正常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台北的花圃农民市啊，因为疫情暂停3个月，昨恢复营业。不过，这个工作人员爱做过疫苗，或者是有7天内的阴性证明。而且，这现场有关是禁止试食，也袂当现场食食。这个是那个香菜。青菜桥、马铃薯拢是农民就连风对花莲受风乡再来台北摆摊的有机作物。伊在花圃市场自产自销7年多，疫情期间改做用配送方式，虽然也受出顾客去网络甲店来捧场，但过包材成本起价，算的这利润实在是无偌济。最近纸的原物料比较多，然后纸箱的成本涨价跟运输的成本涨价，那运输的成本基本上涨最多，生活还是蛮辛苦的。市集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3个月，14拜6恢复营运，农民将有等到重新来营运的一天。要过市集要规定，店售人员必须要注射疫苗，也是持有7天内底 PCR 阴性证明，抗原的快速检查阴性证明，才互到做生理。另外，伫销售期间，每天早起开市甲下晡1点拢爱来量体温。其实，即摆重新来营业，地点改到离捷运二山站较远的中山北路另外一边。虽然有这个转盘车，也毋过人客明显是减少真多，而且也禁止试食甲饮食。看来农民也过等一段时间，才有法度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销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风苑这渔民发现讲，对13开始，渔运就出现垃圾油，害因的蛤蟆甲鱼仔拢死了了。调查后才发现讲，原来是风机咧漏油。渔民是要求风机业者爱负责，环保局也要甲业者来处分。来到渔运边仔一看，水边出现大片油渣，边仔也堆了真侪油泡。都是白白的一层油，看起来是类似就是齿轮油。边仔的风信道路也出现大片油污，看起来就像咧落雨。风机下面的油污更较是明显。当地居民讲，关键就是这一支一支风机。规地拢死了了啊！啊，咱这虾啊都上敏感的物件，见到油就拢去啊。水手一号，虾仔袂顶袂动。另外一个渔民啊，渔民饲的是台湾鲷，也病毒死亡。附近也有几啊只饲的是蛤蟆，前一阵受到大雨影响，产量减少。这摆阁受到油污影响，渔民烦恼阁较歹收成。有风向的关系，昨天大致上就有一些微风嘛然后它这个油脂的飘的那个距离大致上有300米左右。彰化丰原的汉堡村13居民发现靠海的养殖区和油污污染，至少有6个所在情形较严重。彰化县环保局也派人了解，正是风机的输油管线转接的所在漏油。风力发电的输油管线接头接触不良，所以有油污泄漏到余温，维修厂商它这个清油的速度跟危害的情形来做一个适当的裁剪。彰化县环保局表示，初步了解是厂商维修的时阵造成污染，第一时间也无赶紧处理，污染才会扩大。除了将伊违反毁誉惩罚，处300万以下罚款，也要求业者赶紧清理，避免影响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是中原普渡，新竹市有推出一个拜用的环保袋仔，内底有串这个普渡要用的物件，唔那减少烧金的量，也鼓励民众爱集中烧金纸来减少空气污染。笼仔内面有明君、普渡用的旗仔、平安米，这是新竹市连续第6档伫咧推动的环保祭祀笼仔，只要捐100块给公益团体，就会分一个做爱心兼做环保。中元节的时候然后家家户户都这样子烧，然后我觉得就是空气弥漫了，
然后对空气品质不是很好。那一方面可以帮助到一些弱势团体或一些公益团体，我觉得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好。根据统计，在过去5年募到的公益金要挖20万，若是照关100块减少1公斤的纸钱来算，是减少1991公斤的纸钱，减排放2987公斤的二氧化碳。将近3000公斤的这个减碳量的成绩出来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呢要烧纸钱呢会污染空气哈，那部分我们用我们不同的一个创新方式哈，让这个空气品质呢变得更好。环保局也鼓励民众，将买收的纸钱交予环保局做伙处理。毋但是环保，伫疫情期间也较袂伤侪人做伙。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国外看新加坡最近有一个三合会遗址的导览行程，原来就是要互这个游客认捌黑道的历史，其中也有导游过去捌加入黑社会，出国了后已经收卡洗手。伊也分享家己过去走江湖的经验，考劝大家歹囝唔通做，歹路唔通行。穿乌衫、戴牛仔裤，带游客伫咧新加坡金融区介绍过去城区商业中心的黑暗历史。今年51岁导游布鲁斯马修，过去是佚佗囡仔参加过帮派，对黑道帮派组织的历史正了解。They came down from China into Singapore, hoping to find job, to save enough money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over to have a better life. Okay. They had to join secret society. 新加坡最近这几年开始有三合会导览行程，带游客熟悉新加坡过去的历史，介绍公元1800年代，迄当阵新加坡是英国重要的贸易站，真侪中国移民来这找头路时阵，为着袂互人欺负、抢劫、杀害，就做帮派互相斗相共。这摆的新加坡金融区就是迄当阵当地上大黑帮的总部。I've seen all these buildings, I've walked past all these buildings, but I've actually never known all these buildings until my tour guide Bruce, he went through with us like what this used to be, which he would never imagine it used to be a brothel. 布鲁斯这马甲为经城人发声找头路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带游客见证历史的同时，也改变民众对帮派历史的印象，同时也降低大众对经城人的歧视。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伫西班牙有一款罕见的动物大山鸟，伊本地伫20当前就险险要断种，加在伫护育了后，即马有老1000多只。咱来看这工作人员安怎下心情去进行保育的工作。一般拢改叫大山鸟的这种西班牙写字，伫鸡肠仔内面拉拉嗦，才劈一个，遐并一个，敢若是伫咧找物件食。这种大山鸟的体型正大只，身躯顶的斑敢若是白，耳孔长长尖尖，两边的喙尾互手正长，主要食土鸭，分布伫咧南欧的西班牙甲葡萄牙，因果受到都市开发、拍打甲落雪，抑个食物无够影响。19年前，野生的数量剩无够100只，强要绝种。要让两个国家成立5个保育中心，这个伫西班牙南部多兰纳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一个。2005年第一批人饲的大山鸟出世，10年来野放数量超过300只。Y nuestro objetivo era más o menos un 50% de supervivencia, es decir, soltar 10 linces para que murieran 5, pero que 5 sobrevivieran y se quedaran en el sitio. Ese era nuestro gran objetivo. Ese objetivo se ha superado porque la supervivencia de los cachorros está cerca del 70%. 为了要训练这款大山鸟伫咧野外家己生活，尽量莫去甲因搅了，连饲物件的时阵，拢莫互因看到人较好。Verderito los conejos, le metemos un par de conejos o 3, ponemos por ejemplo 4 horas, yo me voy y a las 4 horas saltan los conejos. O sea, entonces los linces no asocian la alimentación con el cuidado que es lo que nos interesa con los que 保育人员讲，目前大山鸟上大威胁也是人类的拍拉。虽然经过要到20年的复育，大山鸟的数量已经超过1100只，不过依然是列做濒危动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到后礼拜5，各地山区因为热对流真旺，除了落这个西北雨，也可能透强风甲弹雷公。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天气的资料。伫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伫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伫南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伫东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花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